兩個數嘅關係。好，呢個比好重要，呢個比相當於乜嘢？相當於呢個除號。好，一包果仁有開心果同埋開心果有5粒，跟住佢腰果有8粒。好，嗱，睇到呢個圖啊，跟住佢話我哋可以用比去表示，點樣表示咧？譬如佢話開心果嘅數量比腰果嘅數量係5比8。5比8，咁用份數點樣表示咧？我都話呢個比佢可以用除號，相當於呢個除號，所以5比8咪即係5除8，所以就係5%。好，咁我如果問你，開心果係腰果嘅幾分之幾？你要點樣話我聽？開心果係腰果嘅幾分之幾，就要用5除8，最後得出開心果係腰果的5%。OK？嗱，佢咁樣會咁樣問，後邊佢會問後邊講到我就話你聽下。嗱，如果佢換咗一個，我問腰果係開心果嘅幾分之幾，咁你就要乜嘢？要腰果除以開心果，腰果比開心果，即係8除以5。咁呢個時候8就喺上邊噶啦，8就喺分子嘅位置，5就喺分母嘅位置。OK？ 想要了解更多內容，可以私訊我們哦。WhatsApp +85263690166。